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案資料嘅第69個視頻，介紹演員劉嘉玲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，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月蝕。劉嘉玲，1965年12月8日生於江蘇蘇州，祖籍廣西，香港影視女演員、歌手。10歲移居香港，1984年入無線藝運訓練班出道，1986年以扭計集牌君響朵，1990年憑阿飛正傳獲法國南特3大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，奠定影壇系地位。1998年以自梳獲香港金紫荊座獎最佳女主角，未2006年憑好奇害死貓奪金馬獎影后，2010年喺狄仁傑之通天帝國識武則天，再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情感方面，佢同梁朝偉相戀20年，2008年結婚，成為圈中佳話。經歷風波就他條堅韌，性格直率獨立，近年活躍於時尚與綜藝領域，儀態優雅，被譽為凍齡女神，係唐人影壇係極具代表性嘅女演員之一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劉嘉玲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